世界入邊有種人好特別，明知對方出軌，對方會呃你錢，但係就係唔離開佢。每次想分手嗰陣，都同自己講再忍多一次啦，但係結果就越陷越深。其實聽落去真係覺得好蠢啊！但係呢種人真係有大有人在㗎。一本經典小說嚟自日本文豪谷崎潤一郎嘅《癡人之愛》。故事男主角讓智28歲，性格老實嘅工程師，有日喺淺草 cafe 嗰度遇見15歲嘅少女 Naomi。Naomi 皮膚雪白，五官立體，好似混血電影女星咁樣。讓智對佢一見鍾情之後呢，佢將 Naomi 帶返屋企，慢慢將佢育成為心目中完美妻子嘅模樣。一開始佢哋好似父女又好似朋友咁溫馨又日常。到 Naomi 慢慢成長，真係女大18變啊！ Naomi 開始慢慢變得奢侈，變得任性，甚至乎同其他男人鬼混，仲當面羞辱男主角。但係讓智就算知道呢一切，都選擇繼續沉默，因為佢沉迷咗 Naomi 嘅身體，徹底變成咗佢嘅奴隸，仲話自己我已經唔係人，我係癡人。谷崎潤一郎將日本 SM 虐戀美學推到極致，佢認為好多所謂嘅愛其實就係征服同埋被征服嘅快感。男人為咗心愛嘅女人可以包容一切，無視世俗嘅眼光。唔知而家仲會唔會有男人咁樣諗呢？呢本書其實仲有拍成改編嘅電影，我就未睇過套戲啦。如果睇咗套戲嘅，歡迎同我分享下，下次再分享下其他好書俾大家。